市长王伟霆表示，八珍米不仅是台南出产的优质好米，在文化层面更是别具意涵。5月8日是八田鱼技师过身83周年纪念。伊对着台南以及嘉南平原上显见的贡献，就是近100档历史的乌山头水库甲嘉南大圳，透过这个灌溉系统，孕育出上好的台南米。因此特别号名八田岁月，象征八田雨衣甲这片土地所历经的岁月。八田雨衣其实对于台南的贡献，以及对于嘉南平原的贡献非常之大。乌山头水库，以及嘉南大镇，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历史，90多年了哈。我们也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承能够持续。更重要的，在八田技师这个他的建造的水库跟灌溉管道哈，那能够孕育出来的最好的台南米，我们取名叫做八田米哈这个就是八田岁月，就是像八田雨衣所历经的岁月一样，灌溉了这片土地。那这个米是非常好的，好，那很多我们日本的朋友来到台南，我们送给他们，他们都知道这里面背后的故事后，都非常感动。记者会上，除了展出主角八珍米以外，现场嘛布置了6甲区特色农产的单位，有火鹤花、林荫蜜、祝连神，还有6甲区农会家政班炸来的芳 Q 八田米寿司，以及新鲜的鲷鱼提供试食。咱讲今日6甲日啦，今咱的台湾道义，我们所有老师用我们的一个废弃的稻草，最干净的稻草，做成我们的祝连绳，也送给我们的这些日本的朋友，是一个祝福的意思祝连绳就用祈福祝福的意思。再来，我的左侧这边是我们6甲最美丽的火鹤花，相当的缤纷啦有各种颜色刚好我们下个礼拜也是母亲节也感谢市长大力的一个推展咱这个火鹤啦，会当讲咱6甲，咱的台南几乎每个区公所、各个机关都送火鹤来，这火鹤代表热情，火鹤真的百搭啦经过这几年市长的大力推广之下，给咱恭喜，慢慢的一个这样全台一个慢慢的一个把那个母亲节就是说来送火鹤是非常的一个吉祥。台南市持续提升稻米品质以及市场竞争力，并辅导农友努力优良品种栽种管理技术。八珍米生产区域位伫咧乌山头水库流域，甲嘉南大圳水源头，使用清气无污染的水源灌溉，生产出高品质台南好米。农业局也继续开拓市场，将台南好米发扬光大，外销世界。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